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养老，聊一聊养老院呢。随着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广泛的关注。按理来说养老院呢应该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咱们很多专家都提什么白发经济、银发经济对吧？也就是想办法赚老年人的钱。说通俗一点，那在这种场景下那养老院应该是对吧？这个投资应该比较热，很多人都要去办养老院。老年人在增多嘛，但是现实情况非常残酷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越来越多的养老院呢入不敷出，不得不关门倒闭，甚至还有卷款跑路的。根据这个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养老机构企业新注册数量是2600多家。但是现在呢，只有600多家，也就是2000家已经倒闭了，大幅减少超过70%。曾经积极布局养老院的社会资本，对于投资养老院的兴趣越来越低。这几年不只是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院越来越少，更有甚者，还有很多养老机构开始卷款跑路。由于养老机构是一个重资产行业，对资金投入要求很高，很多养老机构就用预售方式提前收取大量资金。但是由于养老院短期之内难以赚钱甚至亏钱，很多养老机构就干脆跑路，一跑了之。大家都知道中国老龄化时代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到来了，汹涌而至那为什么养老院却办不下去呢？今天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它刊登了一篇报道，文章说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退出养老院，甚至卷款跑路，主要原因还是养老院的前景看上去很美，但是绝大多数都不挣钱，在持续亏损压力下，最终不得不退出。而养老院之所以不赚钱甚至亏损，核心原因就是入住率越来越低。说通俗一点还是养老院这个模式不太适合中国人，这是我个人理解就是中国人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去养老院的。你不管是这个下一代还是老人自己，对吧？他们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到养老院那是生死离别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去养老院，都是提倡居家养老。一说到养老院我脑海里就浮现出2个画面当然了，咱们这个栏目也经常介绍也经常反复提起。一个就是黑龙江一个养老院，应该是佳木斯吧，还是什么地方？齐齐哈尔。我记得不太清楚反正是加特老师老家那边有一个养老院呢，是吧？把那个老人的懒子给嘎了，说回去泡酒喝，简直这个瘆得慌这还真是大家给百度搜一下，这网上有报道你说你就到养老院去养个老，懒子被嘎了，反正说留着也没用。第二个养老院的新闻呢，就是口罩期间是吧？上海一个养老院说一个老人不行了已经去世了，通知这个他家属也就是什么侄女侄子之类的来办后事，然后这个老太太就已经被殡仪馆的车把他抬到楼下来了，准备要塞到车里面去。结果那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发现那个尸袋动了一下，这人胆儿也大他就把它打开一看，感觉这老太太好像还有呼吸。你说瘆得慌吗？一个是懒子被嘎了，一个是差点活着就送进这个火化炉但这个咱是题外话咱们继续看这个三联生活周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以能够查阅到的民政部公开数据来看，2010年我国养老机构床位350万张，收养275万人，入住率78%。到了2022年，养老机构床位545万张，抚养人员230万人，入住率只有42%。换而言之，也就是养老院有将近60%的床位处于空置。10多年间，养老机构入住率下降了几乎一半。养老院想要实现盈利必须要维持一定的入住率。业内通常认为要达到70%的入住率才能够实现盈亏平衡。但是现在平均入住率只有40%多。在这种状态下，很多民办养老机构也就只能纷纷退出，亏不起他说最近几年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近3亿人，65周岁以及以上老年人口2.2亿人，和10年前相比分别增加1亿人。为什么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却支撑不了养老院的发展呢？这文章认为他说首先这和我国老人的养老习惯有关这个观点跟咱是一致的就是这是文化导致的。我国老人养老传统还是以居家养老为主，
由子女进行照顾。很多人对于入住养老院甚至有很强的抵制心理，除非万不得已，很多老人都不愿意进养老院。按照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我国老年人的养老呈现出9073格局。什么叫9073呢？也就是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也就是90%人是在家里养老，剩下的7%呢是社区养老，3%才是入住养老机构，这个比例是太低啊！中国老人对于居家养老的依赖啊，以及对于养老院的排斥，是我国养老院入住率较低的重要原因。所以最近几年，中国老人数量虽然快速增长，但是对于养老院的需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烈，这就导致很多看好养老院的社会资本最终被现实上了一课，对吧？理论上好像这么多人需要养老，那养老院应该是床位一床难求，实际上呢，算大账这个养老院有一小半的床位空的，空置率太高，导致资本都在赔钱。除了传统养老习惯的因素，中国养老院入住率低，还和老人对养老院的负担能力有直接关系。对了，在家里养不了老的，想去养老院的这种人他倒是愿意去养老院，但是他没钱呢。确实有钱的他选择余地大呀。你比如胡一金老师，他一个月退休金2万，你说他会去养老院吗？他除非自己失去这种自主能力，失去意识，否则的话他恐怕就居家养老。他不行，他请俩保姆。恰恰那些没有收入的或者是没有保障的人，但是他需要去养老院，他在家养不了老但他也没钱，这不就尴尬了吗？养老院的收费越来越贵，而老人和子女的经济能力下降，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入住养老院的人越来越少。按照民政局的数据2010年我国养老机构的入住率一度接近80%，10年之后，中国养老院的入住率下降到只有40%多，说明养老院的入住率越来越低。仅仅用养老传统来解释已经不够，经济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这个说到点子上了，就是你光说文化因素，对吧？喜欢居家养老，这个只是原因之一，我觉得更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原因，负担不了养老院的这个费用。你说农村那么多老人，一个月收入只有140，他那140交给养老院，哪个养老院愿意要他？他去不了养老院。如果家里子女给他凑钱，对吧？一个月2000，那子女还得搭上1000多。那大家想一想，这子女他就觉得我有那1000多，不如自己养他，反正这子女也没工作，对吧？额外再掏1000多，或者子女本来农村里赚钱就少，收入来源就少，收入低，所以他干脆尽点孝心，这还算是好的吧，把他留在家里养着他。说白了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养老院还挺火，那现在养老院不火，实际上都是经济原因。你按照咱们这个时髦的说法，就是消费降级就是没钱了。2010年的时候，大家能赚钱，这个人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去，有钱呢，我负担得起，我给他找个好点的养老院，一个月5000、6000，对吧？一年7、8万，我付得起这钱。你一年7、8万的养老院，条件待遇相对好一点，相对人道一点。老人子女对吧？把他们送到养老院去，也就那种排斥心理就负罪感就小得多。所以说来说去还是经济原因呢，经济的发展没跟上，就是老年人这块收入向少数老年人集中，对吧？像胡一进这样的老年人，他的收入不错，但是绝大部分就2亿农民，他们是主流他们拿什么养老呢？养老院的费用主要包括床位费、膳食费和护理费等，最近几年都在明显上涨。但是和养老院费用上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养老金上涨幅度越来越低。10年前，我国养老金每年以10%的增速上涨，现在涨幅逐年放缓。2023年上调幅度只有3.8%，养老金上涨的幅度远远无法追上养老院费用涨幅。如果仅靠老人的养老金，很难覆盖养老院的开支，更多还需要靠子女的收入来维持。但是，由于最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加上失业压力上升，很多普通民众维持自身生活尚感困难，为老人支付养老院开支就开始力不从心。也就是说被迫，对吧？还是居家养老。居家养老，他至少他不用花那么多钱呢，对付一下就完了。以北京地区的养老院来看，北京是全国退休金收入
最高的城市之一。即便如此，负担养老院的费用也并非易事。按照北京养老协会发布的《北京市养老机构行业发展报告》，截至2024年3月，北京市养老机构月平均收取总费用6611元。你看看啊，现在啊，一个月平均是6600，那普通的家庭啊，那很难负担。如果这个老人他有退休金，对吧？像胡锡进老师那样，那倒还好，他没有退休金，或者他退休金比较少，他只有3000的退休金、2000的退休金，那子女还得倒贴4000。现在北京的这些人工作也不好找啊，对吧？找个工作也就几千块钱一个月啊。以这样的收费标准来看，不仅超过了本地民众的养老金收入，甚至和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基本持平。北京市202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啊就是6800，合着你养老就要6600一个月，就是说连北京这样啊退休金比较高的地方也难以负担。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一年8万元的养老费用负担起来都会倍感压力。北京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民众负担养老院的能力也就可想而知。最近几年，很多老人被子女从养老院接回家，很大部分原因就是无力支付养老院的费用。这个养老院实际上你把它理解成它是提供一个产品服务嘛，对吧？养老产品，但它的产品卖不出去，那不跟房子卖不出去是一个道理吗？那就暴雷啊，对吧？养老院它投入，对吧？地方找了，房子建了，或者房子也租了，人也招了，但是它产品卖不出去，跟房子卖不出去是一个道理，那就暴雷跑路。如果将来养老院的入住率越来越低，越来越多人选择居家养老，中国未来的养老就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很多60多岁的老人不得不在家里照顾80、90岁的老人，这也是日本最早出现的老照顾。那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了，你不用等到未来啊，现在就是很多就是60多岁照顾80多岁、90岁的人呢，很多家庭都这样。当然这一切啊，在日本都已经发生过了，因为日本走在咱们前面。由于日本少子老龄，加上老年人高寿，所以很多家庭都是老人照顾老人。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小区有一家啊，我以前节目也说过，他们正好是安庆的，是我们老乡，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父亲认识他们，就是因为经常在公园里面聊天认识的。他们家多奇特啊！住在我们一个小区的是那个老人的重孙子，业主啊，重孙子在北京要生孩子，所以这个重孙子就让他的爷爷来替他就带小孩。他的爷爷好像是70多了吧，然后爷爷的父亲就是那个老头，90多快100了，身体特别好，每天要围着操场走多少圈，身体一点问题没有，不需要别人照顾啊。他自己好像90多岁吧，你想想吧，这是什么一个家庭啊？那个业主的父亲还没退休，还在上班，父亲和妈还在安庆上班，然后他只好把他爷爷叫来替他带孩子。爷爷来带孩子，那爷爷的爸爸啊，90多好像是吧，快100了，没人照顾，也跟着来。你想想，不过他身体非常硬朗啊，就是自己一个人走路还非常这个稳当，而且这个视力啊、听力啊，好像都还可以。按照日本最新的官方数据，日本家庭中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均为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高达64%；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均为7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为36%。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快速提升，加上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老龄化和高寿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也将进入老照顾的时代。当中国进入大规模的老照顾时代，如果完全靠老人们居家养老，年轻一些老人将越来越力不从心，可能最终不得不将更老的老人送进养老院。但是如果养老院的价格依然难以负担，很多普通家庭将陷入巨大的两难之中。这是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啊，他认为这个养老院为什么难以为继。实际上啊，我觉得这个养老问题啊，城市里面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有退休金，多少那个对吧？就以北京为例吧，虽然有缺口，但是多少人家还是有的。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对吧？农村的这个老年人退休金只有140、150、200，但是养老呢？国家统计局啊近日发布的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啊，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973万人，也就是2.9亿，就是将近3个亿农民工啊，比上年增加220万人，增长0.7%。其中本地农民工1.2
亿，比上年增加7万，增长0.1%。外出农民工1.79亿，比上年增加213万，增长1.2%。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2亿。伴随人口老龄化加深，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农民工平均年龄38.3岁，这是2014年啊。那么到了2024年，这个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到了43.2岁，10年里面啊，这个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增加了4.9岁。与此同时，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下降。2008年这一比重为70%啊，至2015年，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但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2015年4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比为55%。2020年40岁以下的农民工啊，占比只有50%。到了2024年，4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比只占43%，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2015年的18%增加到2024年的32%，50岁以上的农民工规模已达9472万人。这是第一财经报道啊，也就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将近1个亿了。这些人10年以后就面临退休，当然他们也谈不上什么叫退休啊，那就老了。说到养老院啊，也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便宜没好货。如果那养老院的收费比较低，那个你又不放心，你把老人送去那也是受罪啊。无论是吃喝还是照顾，那都是糊弄。因为老年人啊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如果但凡正常健康的，他恐怕也不愿意去养老院，自己在家对付，对吧？真正跑到养老院的都是那些多多少少啊，恐怕都是难以自理，那就高度依赖着养老机构。很多养老机构啊，它的服务水平它也达不到。养老机构现在竞争也比较激烈，卷的也很厉害，所以说它这个收费如果少的话，你说他能请什么人呢？就是养老机构他也请服务员了，请那个护理人员等等。应该有好几年前了啊，大概7、8年前，我们家有一亲戚年纪非常大，快90了，也是把他送到养老院去了。他下面儿子还挺多，4、5个、5、6个，有条件还好的，有条件不太好的，但是养他是没问题。所以他们凑钱把他送到养老院，那问题就来了。然后这个作为这个亲戚啊、后代什么的，经常去养老院看看他，他本人就是相当于在床上不能动，那这个就依赖于这个养老院的人呢，护理人员。对吧？他照顾他，帮他擦洗，最主要是帮他翻身，因为长时间躺着不动的话，身上会长疮烂。所以这些亲戚去看他的时候啊，都不带什么吃的水果，因为你带水果带吃的营养品他也吃不了。我听说啊，亲戚去看的时候都是塞钱给那些护理人员，塞个200块，拜托他请着给他翻身，这个比你给他买什么营养品什么水果要实用的多。那个护理人员拿了钱，他多少对吧，要用点心。如果你不给他塞这个钱，反正他就是公事公办，糊弄一下。好像就这样啊，护理了3、4年吧，最后还是把他接回家了。你就是放养老院的护理还是不行，你去看了就是遭罪。这个也说明就是养老院啊，它这个服务标准的这些东西割懒子，对吧？把活人送上这个殡仪馆，这种极端现象啊虽然少，但是服务不高，这也是事实啊。所以这个就加剧了啊，这个老年人不愿意去养老院，对吧？负点责任的子女他也不愿意把老人送去，不仅费钱还遭罪。当然也有服务好的养老院，那你就付不起这钱，对吧？1个月1万，2个人一个房间或者1个人一个房间的，24小时有人监控，对吧？有什么事情马上随叫随到，这种服务的那费用高啊。就不要说这个普通人了啊。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我高中物理老师啊，有一个物理老师啊，他对我非常好。他的姑父啊，就是北京啊，那也是个大人物啊。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典故就是从他那儿来的。他90多岁了，子女都在国外。第二个子女就是他的下一代年纪也大了，你从国外回来一趟也非常不容易。他本人90多岁了嘛，跟他老婆啊，夫妻俩都瘫痪在床。虽然你是大人物，那也够呛。所以我这物理老师啊，因为他们在北京就没有亲戚，我这物理老师他在安徽啊，所以说定期啊跑到北京去。跑到北京干什么呢？就是替他们找保姆，请俩保姆。那俩保姆在那待几天，一般的待个半年就待不下去了，给多少钱人家不干。为什么呢？就是俩人瘫痪在床，非常难伺候。一个事儿多，第二个你想想吧。所以那保姆干个半年1年的就不干，又得来没人管呢。我那个物理老师啊，就跑到北京来，又给他找人，就是请保姆，请好安顿
弄好了再回安徽净干这个。你说他退休金不高吗？那不可能的，比呼吸金要高，也很悲惨。总之啊，这个养老是个大问题，它既有这个文化原因啊，习惯的原因啊，又有这个经济的原因，那两个交织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水平问题，服务啊，也就是说你想一想吧，我们连个食品安全都搞不定，那你说养老院的这些服务标准你能搞得定吗？参差不齐，良莠不齐。有些保险公司啊推出一些养老的服务，对吧？很多保险公司吧都有什么叫候鸟式养老，什么各种啊养老社区，各种养老概念。说来说去那都是理财，都是盯住你的钱，没有钱的免谈，对吧？这是第一个，还是看中了你的口袋。第二个，真到你养老的时候，恐怕又不是那么回事了。总体上来说啊，有钱人养老的问题稍微少一点，因为他有选择，所以最苦的就是那些没钱的农民工，没得选择。所以有的农村地区啊，落后地区那些农民老了，一生病干脆不治了，就等着死。有的就自己啊投河上吊，免得拖累下人了。这个报告里面，对吧？很多这个调查报告里面的多的是啊，对吧？这就是悲惨。有人说叫盛世蝼蚁啊，所以这个养老难的问题啊，也是方方面面，是多因啊综合导致的，你还不是一个原因。从文化习俗上来说啊，咱们毕竟是对吧，长时间的这种小农经济啊，对吧？以小农经济为根本的这种家庭伦理，这是我们的底色。小农经济导致什么？导致大家都要在一起，大家庭，对吧？你看看那《红楼梦》就是典型。那既然大家庭，那就得养老，养老就是居家。而且老年人一般的掌握财权，这是文化和这种教育，对吧？尊老爱幼啊，完了老年人，对吧？他历史原因导致他掌握着一些财权，掌握着大权，他也不愿意交出来，对吧？贾母那是不是就说了算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居家养老啊，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别的什么养老一说啊，对吧？养儿就是防老，就是养老，没儿子的就非常惨，这都是这个小农经济导致的啊。也不是说导致吧，就是这种啊造成这种现象。那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对吧？也才40年，对这种家庭伦理的这种解构啊，还需要时间。什么叫解构呢？就是这种封建大家庭瓦解了吗？因为我们个人，我们不需要说一家人在一起整整齐齐的去种地啊，然后种地那个钱这个家长掌握，财产也是分配权，财产都是家长掌握，这个模式瓦解掉了。咱们都是自己，对吧？你到了高中毕业你就出去打工去了，要么考大学出去打工，总之你是个人赚钱，不管男的女的，对吧？都去工作拧螺丝上班白领，你是自己赚钱，财产也不会再交给家长了，家长实际上就已经家长也得自己去打工了，也就是这种封建大家庭啊瓦解掉了，没了。那每个人自己以后有点退休金，那这种瓦解掉了之后，实际上就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养老那也得瓦解啊，对吧？但是你说这个几千年的这种传统，短时间的瓦解比较难。这其中啊还走了一段弯路，什么弯路呢？就是我们搞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导致我们现在人口结构畸形了。什么叫畸形？对吧？现在尤其是80后吧，80后、90后，他们上面这是夫妻两个人啊，上面有父母，有岳父岳母，对吧？他们至少养4个老人，那都是这夫妻俩的，因为都是独生子啊。而且这两人如果要孩子的话，下面还有孩子要养，上面4个老人啊。如果这个他上面一代如果还活的时间更长一点，那上面恐怕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多8个，你说让他怎么养？就是极端情况下啊，小夫妻俩不要说孩子了，他上面要养12个老人，所以这个是计划生育带来的。所以对这样的情况，那只能是先居家养老，养不了了，只能把他送养老院啊。总之啊，这个养老问题啊会越来越突出。但是我们的现在养老也遇到消费降级，这个养老机构啊，它也是种种原因啊，它也开始搞这种预付费，对吧？预付费它就便宜啊，让你一交1年的，有的交5年，把养老跟理财合到一起，就像保险公司那么干。保险公司呢，它财大气粗啊，所以说暴雷这种担忧啊就小一点。那很多民办的这种养老机构，它只有暴雷跑路一条路，对吧？它也搞这种啊，你交5年，交10年便宜，当交的人交的钱小于他的支出的时候，他不就暴雷了吗？这就是庞氏骗局啊！所以这些年啊，拿养老做骗局的也非常多啊。这个媒体也有很多报道，老年人养老没养成，钱还被骗光了。最后再说一说啊，现在人工智能什么人形机器人这个概念比较火，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对吧？进入家庭，进入这个家庭服务啊，进入家政行业，进入养老行业，由机器人来提供服务，这个想法也是很美好，但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让机器人来解决养老。最后啊，咱们还得说一说，虽然你还没到养老的时候，那也得注意身体啊，
对吧？如果说啊，现实的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靠自己，对吧？如果你80、你90，你还能行动，对吧？你能自己照顾自己，那这是最好的。那能达到这个身体条件呢，那就得现在就开始要关注自己的健康。也就是说啊，时髦的话就是自己是自己养老的第一责任人。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